2個人做乜嘅？我揭題了，做乜係叫做街度學 cosplay？天馬莎我都變了面前，4個男人又會做乜嘅？像我哋答案，想看2禮拜嘅平方面。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蔣英輝，歡迎收看2禮拜。是天舞。身為大家小解，都係揭創嘅世界英雄。世界英雄看到笑笑。大家好。過來，扭個手。大家好。第3個動歌。大家好。最後你看到乜嘢？大家好。2到禮拜，我哋關注嘅平方面真英雄。體育嘅平方面，天馬莎從提出了了解。我們第一題從台灣出發，來到哪裡？法國。法國的首都是哪裡？誰知道？巴黎。很好，來看體育嘅題目。日嘅師奶，白空太流，我叫乜嘅人呢？第一，關到太火度嘅老阿婆。第二，掉到半天國嘅細鵝嘅。第三，強拖數控嘅兒子。茉莉可以嗎？3位小歐，前2排。然後通常有聽過，就是小孩可能就是跑出去，然後到陽台，然後就是那小孩在哪裡？對啊，我也想問，就可能小孩在更高的地方沒有被拍到，沒有看到大火還有煙霧，是加上強盜手中的人質，他不曉得有沒有帶武器進去，不然如果徒手進去的話，搞不好在褲子裡面。褲子裡面。有可能是大火的阿婆是在上面，然後被空中小孩是在上面。可是不知道，反正我就這樣猜的。但是小歐看世界其實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題目曾經是單純要你們用猜的，所以是的。你的線索是什麼？為什麼你選3？因為強盜手中的人質，我會想到就是有時候看電影，就是人質都在房間裡嘛，或者是客廳裡，對，然後他從陽台經過了，對，然後那種可能犯人就用槍抵着他的額頭或者哪裡，然後就是特勤交出還沒到，可是可能強盜已經放話什麼，你們再不來，怎麼不交出什麼贖金，我就把他殺掉什麼的什麼的。就是他可能被關在一個房間裡面，然後從正門進不去，從中跑進去。對，我想選2，是，對，因為其實強盜手中的人質，應該說平凡人都會想到說，如果自己貿然闖進去之後，你就算有帶武器，可能綁匪會把他撕票，是之類的，他不可能沒有考慮到這個結果。所以說大火的話是真的沒有看到火或是煙霧這東西，那這樣唯一有可能就是掉在半空中的小孩，然後可能消防隊還沒來，然後他已經快掉下來了，所以趕快爬上戶上去救。現在的狀況是2票對2票，請問智囊團有沒有共識？阿婆絕對不可能，可是阿婆說你要從哪裡抱下來？你覺得那你要這樣帶他茉莉覺得多少？不太可能吧？小孩3才有辦法抱吧？他選2。好，來討論出結論了嗎3。確定，請看解答。答案是第一題，我看出你們的猶豫，然後我跟大家講，這個實際的狀況非常的驚險，驚險到我沒辦法用語言來解釋，我們直接看畫面。哇，好強哦！哇，你看底下的人在尖叫，因為看到一個小孩快掉下來，我們好像蜘蛛人一樣卡住嗎？徒手。哇，真的是蜘蛛人，好強哦！下面有一個人也要爬，他也算人高腳。上面那個人幹嘛不直接救他？他在隔壁，中間有一個圍牆，他沒有辦法把他拉起來，而且他的力量不夠。然後中間有一個圍牆，他是隔壁鄰居，
应该是运动高手吧？好可怕！上去救他的那个人，他叫贾萨马，他是一名来自马利共和国，就西非的一个国家的难民。他到了法国巴黎，他只是刚好经过这栋民宅、这栋大楼，就听到楼下有人在尖叫啊！原来有一个小孩悬在半空中，快要掉下来了。然后假设你们刚才问，为什么不走正门进去就好了，还要爬这么危险？你觉得他从1楼搭电梯或是走楼梯上去，然后还要请人时间太多了，那个小孩能够撑那么久？早死掉了。而且小孩臂力不够。这就是所谓的紧要关头。然后大家看说很强、很不可思议、很厉害，其实贾萨马下到地面的时候，他自己讲，他浑身在发抖，他根本忘了害怕，他只知道说我在第一时间要冲上去救人。然后我们用下一张照片来告诉你我要讲的故事。总统马克宏接见了这个英勇救人的英雄，而且我刚才讲他是什么身份？难民。所以他不具有法国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法国不但给予他公民的身份，他变成法国人，然后他们还给了他消防员的工作。来，平凡人真英雄第一题，虽然各位答错了，但是我们因此认识了这个不简单的故事。再接再厉，我们先换位置，好不好？好，加油哥！准备好第2个题目了吗？好了。来，你要最后一考，题米加题目。现在回到亚洲，离我们近一点，很常去的。是的。日本看乜嘅咧？嚟看題目只題目。去到格魯峰嘅金剛戰士，佢會提供乜嘅服務呢？第一，天數照顧小學嘅；第二，天數人客有包袱；第三，天數人看東西。哦。3位智囊团，请出示答案。一致好不好？你不要管他们啦。我觉得是好，答案是1、2、2。金刚战士，因为我没有在看，我不知道他金刚战士他主要是帮助别人吗？还是我就是个英雄。他是帮助人还是怎样？就像咸蛋超他说人一样的对于小孩来说，他们就是一个英雄的存在吧。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像婴儿车，然后里面应该会坐婴儿之类的。确实哎，可是里面重点是里面到底是什么？那是里面是姑姑，姑姑那个这个游姑姑扮演小孩呢，所以那是蔬菜吗？去看啊，你可以去看啊。那是一个菜篮吗？那姑姑这样子哎，搞不好是隐喻啊。嗨，こんにちは。帮忙照顾小屁孩。只是如果你是家长，然后把小孩抱给人家，然后还有你看，所以在路上遇到一个穿奇怪衣服的怪北北，然后你应该把你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只是会不会小孩就是看到他，所以才想给他顾？如果你这个点很棒。4位是小孩，我是家长，我考虑的点跟你们不一样。对啊，就是会不会安全什么的安全？，因为后面我看起来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车站，地铁站。然后车站就有很多游客，就帮忙游客拿行李、顾行李。智囊团只是顾行李有共识吗？这一题2吧。来，应该是和请出示你的答案，玉子手。你也觉得是2？解答是哒哒，完全没有人猜3呢。哦，我们来看一下金刚战士他做的事情有没有？你们刚才一直在猜那个什么，像是姑姑，像是买菜，他做的服务就是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吧买？菜车、菜篮。没有难怪。里面装的是姑姑。姑姑，对，这个地方我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哦。只是这么简单的题型里提重物，为什么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我觉得是个隐喻，就是感觉他就是就是一个英雄，他会帮助别人这样子的感觉。一个但是隐喻那个英雄不一定是，就是说很有名的那种人。你们的角度都是从英雄、从那个帮助人的角度出发，试着从被帮助的人角度出发，有什么可能需要穿成这样？哦，就是说如果他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他可能想要报答他之类的。很接近。当我们尤其在日本社会，它跟我们比较不一样，他们对于开口请求别人帮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看着董哥的脸，我
不好意思说，哎，董哥，你帮我提一下醒吗？可是当你看不到对方的脸的时候，你可能那一种，就是心房放下，会比较容易开得了口。好奇怪。日本还有哪条其他大阪的英雄？看我来看。咱用天数办董事就办啊，希望会爱 TPA 大阪变做金刚战士呢。不，因为日本人真惊麻烦人啊，直接唔敢抢人天数，故所一个精神先生中秋带定假面壳，才唔会让人面对面吃到尴尬。大家咪慢慢接受佢嘅天数了。出题搬运行李战士，还有蝙蝠侠哎，好酷哦！佢迄来天数打击犯罪的吗？不，佢係出現啲日本前入演嘅潛伏俠。第日本311大體通過後，佢就直接用一種造型出現啲記錄盒，為入片嘅居民帶來歡樂。哎，呀嘅喏，上來當充面包超人哎！不，佢出現嘅所在啲東京日本橋，佢攞自家按做萬年人，佢總係點點呢，帶點掃把落本機，啲記錄盒對抗天色太卷，刷。哦，挺神奇，佢條都係沒有超能力，卻有好心腸的英雄。战争度受到最大傷害嘅潤戰都係蛇，因為大到古之戰地圖受到義和嘅照顧，我以為係過不長，我離開自家嘅國家，這樣做嘅國下。因為喺日本對第2世界大戰嘅時節，當到本炸過嘅都市有冇像體育強壯，我哋莫名當到蛇變做古之。所以繞嘅蛇我擔任古之戰有小五照顧基地為身份。你看到，因為蛇已經風產，就話太好嘅爬跑。美國嘅兵呢，對戰爭之後，當年嘅聖誕節都會轉到日本開蛇過節。阿媽嚟咗，阿媽就嚟咗。戰爭時節嘅日本古人受到小五還有兵人嘅妥善照顧。3年來看，南這隻國家人行。有條蛇本炸彈攻擊，相當嘅殺本火燒鐵，叫緊走、緊叫、緊喊。當到蛇雖係生命，也要當到蛇雖係無害人。日本雖係無害人嘅蛇做得過下去，美國政府將3000人嘅孤兒送出越南，希望停收幾多簽到，適合2種家庭。佢哋本送到美國、加拿大、澳洲兩個國家，展開新嘅生活，果然唔是小李戰爭。我順頭兩條人做成都嘅該世界本送出去嘅故事，當然成日佢哋都會掉強下，希望莫過少人因為戰爭嗱無害人分開。節目這行到這版，你阿小還冇回答任何一題係錯嘅。第3題，看來看我到哪隻國家？來，往南，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我們來到哪裡缅甸。 ？Burma。我看緬甸的馬改，看我來看。哎呦，好像人哦，好像是是蛇吧？没有，你看看那个人吧？發生什麼事？好像内斗。啊，那个种族的这种啊，阿兵哥，种那边有族内战，阿兵哥，阿兵哥，那應該是阿兵哥，底下應該是阿兵哥。拿槍的軍人。來看題目。相片度望到天內空嘅人，佢嘅身份係乜嘅呢？第一，抗議發動嘅梁秋；第二，救騙人嘅醫生；第三，報道新聞嘅記者。没想法。應該不是記者吧？他那個手上拿的應該不是相機。我觉得很像相機啊，是相機嗎？那不然怎麼會長長的？我是因为上面那个閃光燈的那個東東啊，不是啊，前面為什麼會是這個尖尖的形狀？
3位智囊团，请出示答案。插牌，插牌，插牌。我要插牌了。我们3个都不一样。很好。因为我觉得那个这个地方很像相机嘛。所以说为什么前面会？所以你有透视眼？没有，可是我就觉得很像啊。就是很大，然后大炮嘛，然后上面可能大炮就是长镜头的意思。对，然后它需要闪光灯，就是可能外闪，外接式闪光灯。对。因为我单纯只是觉得它形状不太像。记者的话是前面那个长长东西真的太诡异，那个形状真的太诡异。好像一个笛子还是怎样？它不能只是一只手吗？那个手怎么会有这样？这个，然后前面上面还有一只。它干嘛这边有一个手指啊？干嘛这样啊？所以它上面这边应比该是方说脸。听诊器。之类的。因为新闻记者，我是觉得不可能，因为记者不是要拍吗？可是他们记者如果要拍的话，应该是趴着拍，他是躺着拍。他有时候拍一些仰角的照片。可是他的手没有在那边呢，他的手我看起来没有，因为他遮自己，所以他不知道他的手在哪里啊。其实我在想，报道新闻的记者有可能，因为就是不让记者去拍的，就外地记者要传出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那些记者就是会被抓。对，就是因为被驱打国家不想要让他们传到外面。龙哥，好吧，这一题就不用参考他们了。你也不要参你们有没有共识？值得参考你们要不要给董哥什么建议？没有什么建议，你自己想吧。负责任一点，你是智囊团，好不好？好，董哥，请出示你的答案。有了，现在有共识了，至少有2个人选3。那可能解答是，我也认了。终于，来，牌子收起来，耶！测试一下灯到底会不会亮，耶！好，各位，你看有没有？他是日籍的记者，叫长井健司。这是2007年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发生的番红花革命，就是民众起来抗议政府，抗议军政府。那警察、军人开始抓人，开始打人。可是记者要把真相让世界都知道。没想到长井健司在采访的现场，他腰部中弹。所以他不是要拍摄什么特殊的角度，他为什么躺着呢？受伤。他已经倒下，然后他是在倒下还有意识、失去最后一口气之前，仍旧举起相机，拍最后一张照片，希望记录下他在还有气的时候所能记录的最后的一些画面。啊，很敬业。是的。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工作。下一张照片 ，Kenji Nagai， 长井健司。然后缅甸的人后来说他是，谁知道这什么意思 ？Hero， 英雄。我们今天的主题 Hero for Burma， 缅甸的英雄。虽然他是一个日本的记者，可是他被视为是缅甸的英雄。他为了民主，谁的民主？缅甸的民主，以及 human rights， 缅甸的人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又比较不一样的英雄。记者平常像我们可能是平凡人，可是平凡人也能有机会成为变成英雄的一天，好不好？恭喜你们，至少获得第1个单。来，其实对体制现场冲奖显示要面对危险的记者，不但想係對面前，不但想係10年前，係就當到提供就當到該發生，你強來看 News Talk。一比看起來同衝敘利亞，係冇？冇唔錯，也係動盪啲內戰嘅敘利亞城市阿勒頗，咪係世界上最危險嘅採訪地區哦。最近呢，你看那種相片，天然軍營照嘅什麼？就是報道敘利亞內戰的記者，佢要輕命故照，才能避免被 IS 的狙擊手射殺。有一個某國嘅記者組織公布了一份調查，對2005年到2015年也10年，就有787個記者的工作嘅時間不能辭職了。記者啲按危險嘅受裁遭死，喊不無命，就只是為了報道真相。
除咗战场，记者伫抗议发通现场，未为受到威胁，从一个米连山嘅记者，就因为吸到军人拿电冲嘅对电脑白箱，被军警包围。韩国人爱讲，枪击系伫葡萄牙嘅抗议发通度受到警方嘅攻击。暗用嘅新闻相片，曾经係用命運來嘅，不過記下條勇敢去嘅相片，都會變成人類永遠的記憶。睇面數嚟看，見本嘢最尾一題，先看耳朵，哪一隻國家？我們再度到了歐洲，希臘。來，希臘係乜嘅問題？向下來看。相片度一個起定嘅希臘，佢嘅成分係乜嘅喏？第一，冒險查毒品嘅海警；第二，帶人上岸嘅漁民；第三，腳走生嘅衝浪客。哇哦！三位都有答案，我們先出示你們答案。我好想要选一。就是驱赶鲨鱼的话，那个后来我考虑过，感觉没那么有可能。然后渔夫的话，就刚刚讲的又不像，然后感觉就只能选一啊。所以我請教一下，在你的推論裡面，這是7歲的毒販，這是5歲的毒販，沒關係，先思考一下。兩位，我海警那个，他应该是有那种希腊那种警察的那种标志的那条船，好像也没写什么，就白白的那种。变装警察。所以待人上岸好渔民，搞不好是，这个可是他搞不好没有想要出航，可是看到就是有可能就是开一些他自己私人的小船这种出去吧，这样子。所以你已經定義了帶人的這個人就是這一群人，然後他們的身份是。答題手茉莉，請插牌。快點，你的直覺他是要啊，驱趕鲨鱼，还是要带他们逃跑啊？ 3、2、1，错就错了，答案好不好？是2。所以最後董哥其實也動搖了嗎？有一点。你覺得是2？OK，说服了，瑞孔改答，解答是。拜托啦，求求你啦！來，总算要牌子收起來。按到灯了嘛，牌子是不是牌子我們有請亮燈手玉子燒琴亮燈。當然，我們先來看下一張照片。你們覺得這位漁民帶給你什麼感受？像一個唱歌的歌手吧。明星，對，很帥氣。我覺得像一個 model。那剛才我們看到那些漁民啊，他其實是由漁民組成的一個團體，一個志工團體。那這個團體，它就是因為，在利斯福斯島附近，常常遇到這些從中東地區、從敘利亞來的難民，把他們救起來。也因此，他們的這個行為，讓他們曾經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請問看到這邊，今天我們看了4個英雄，加上最後這個志工的英雄的故事，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他們都是跟我們一樣很平凡的人，可是他們就是為了去救人，然後為了去幫助別人而去，有人去犧牲自己。我覺得每件事都離我還蠻遙遠的，是，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勇氣去踏出這一步。我這樣講，我也覺得我沒有勇氣踏出這一步，但我講一個可能性，是因為你沒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如果哪一天這樣的狀況發生在你身上，或許我們日後就會看到小歐事件簿上面有你的照片。對，這還是未知數。說不定。來，Anchor News Talk，看聊聊南面報幕演出見。哦，原來要按東演，一直有難民坐船逃到希臘哦。保護，但槍係2015年就有超過80萬嘅難民坐船嚟去到希臘海巡，一直到現下都有難民救命到一個島紅哦。還好這座島上的居民不會老記下掉天數。佢哋都係一般嘅人，都會賺錢開家。不過因為人多精神，佢哋不用條路，自然來天數一條難民。
难怪永影发起联署，要提名他们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诶。保护也确实是一份光荣，不过就像这个研导的吴明讲的，天数人、救人，其精神上当满足嘞，有诺比尔奖无，根本就无按重要嘞。那这些上岸的难民，很来有好好审判么？保护当遗憾，我老太家讲无呢。也3年啦，希腊政府记到使用的多方嘅难民一下加当多，难民营嘅生活品质变到比初中嘅还较惨，卫生真唔好，犯罪又真多。难怪多方经营会发动游行来向政府抗议，为政府想办法，给难民们更好的生活和未来。系啊，人民像英雄有了难民，政府撒像教育唔出来解决问题，凊彩个嘅难民死学诶，乃是当作得看到人生嘅希望咯。本年5月的分享世界燃土冲撞来到台湾的超级英雄等，欢迎4位英雄来到节目现场。利用这个机会，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看了4位平凡英准英雄，平凡的真英雄。现在各位穿着着英雄装，请问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跟我们今天节目里面看到的英雄，就你们而言，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这些英雄他们都有超能力啊，会飞啊，然后会拯救世界，会打打杀杀。可是那些平凡人，他们其实最主要的话是去帮助别人，去救别人，而不是依靠那些什么超能力。反正我们也没有，所以说我觉得真实的会比较厉害一点，因为我们这种超级英雄都是依靠超能力的，所以真实英雄很佩服。这些反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英雄，我们看得到的英雄，听得到的英雄。那一些，其实感觉他们不存在，直到我们透过他们的行为才知道他们是英雄。所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感觉那些平凡人。你想谁？你2礼拜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下個禮拜6晏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賦。